星星有摕出来，咱的星星若摕无出来迄度袂来咧，所以有一个典故就甲咱讲，一个真理昆道伊毋捌去，有一天要去度两个律师，律师就拢靠去厝食饭行，所以足够讲讲拢讲输去，迄个真理营养补命我都等候实体成色嘛有一天呢，迄个一个律师呢煞来看病，爱知影去甲看了就一个水果去甲看，伊讲这佫有咱由咱老母娘叫地着啉，啉的煞病好起来，你知无？所以迄两个律师互伊的心感动了，迄两个律师就是迄个天庭要去外国开放的两个大条，两个很大的支脉所以有当时讲，咱的诚心若有够，天下无难事那么中大成义方面那么大汉了才知影讲我就是方面啦。人若叫我王正和，我就较大声讲所以有当时讲原来我就是叫做王正和，但是合干功劳又是谁呢？咱若我8年后，迄个胡情事务所甲阮除名了因人转去去除名嘛，除名了，这王正和同放伫新竹牌放伫迄个两骨卡，但是迄个名是即个肉体无去嘛，所以名嘛无去嘛。但是我迄点名靠伫个无，圣经甲咱讲不生不灭伊个物件无去咱世俗话讲过身人转去叫过身过一个身躯嘛。但是过一个身躯了，迄个名无共款呢。我即马是王家呢，是讲我若真正或者我要出世较好起好起来人家我可能毋免紧但我就有人食，所以有人讲家着一个金汤匙来出世，以免做有人好食呢，有即个人所以有当时咱食到七老八老看足济啥物款的家庭啥物大伊的喜乐偌大所以有当时咱伫遮要讲的重点，就是讲顺利皇帝伊嘛是要来探讨迄个亲情的我是啥物人惊咱世尊设惊摩尼佛太子的时阵放弃着荣华富贵，为一个太子为虾米伊要放弃着荣华富贵到深山古洞去修行呢？其实伊嘛是咧探讨迄个亲情的我到底